中國把日本告到聯合國啦。193個國家見證高市早苗徹底涼咗。11月21號，中國直接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嘅涉台挑釁捅到咗聯合國，要求193個會員國都傳閱呢份文件。呢波硬氣嘅反擊，讓佢想賴都賴不掉，先屢屢來龍去脈。11月7號，高市早苗喺日本國會被問到台灣有事，日本能唔能動武，佢居然毫無忌憚咁講，涉及武力就可能算我嘅天。邊一個二戰嘅戰敗國居然敢公開叫板中國核心利益？呢個係飄到外太空啦！呢個唔係隨口講講啦。自從日本戰敗之後，頭一回有領導人敢咁囂張，首次將台灣有事同自己嘅軍事行動綁死，首次公開宣稱要武力介入台灣問題，更係首次明晃晃咁對中國發出武力威脅。呢個邊度係外交表態啊？分明係干涉中國內政，係開歷史倒車，係想重走軍國主義老路。邊個俾佢嘅膽啊？聯合國1971年就通過決議，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中國唯一合法代表，台灣就係中國嘅省。聯合國官方文件都咁寫。中日建交嘅聯合聲明裏邊，亦都係白紙黑字寫住呢一點。高市早苗就係斷絕明白裝糊塗，為咗搞軍事擴張，摸正咗吧？中方能慣住佢嗎？必須雷霆反擊啊！11月10號，外交部直接點名批評13日二大大使同時出手，當面對14日更狠，一邊提醒中國公民近期別去日本，一邊人民日報直接怒劈佢，用心極其險惡，性質極其惡劣，後果極其嚴重。而11月21號致函聯合國嘅呢一步，先至係真正嘅絕殺。呢個可係中國頭一回就日本領導人嘅涉台言論直接俾聯合國發函，仲要求咗193國全知曉，背後嘅心意絕不含糊。首先就係亮明咗零容忍嘅態度，對高息嘅錯誤言論冇任何商量嘅餘地。再就係俾全世界劃清紅線，台灣問題係中國核心利益，邊個都別想插手。更要警告日本想突破和平憲法，搞軍事擴張，呢條路根本走唔通。最後就係為咗後續嘅反制措施打下國際法理嘅基礎，讓中國每一步行動都名正言順。附中大使直接將高息嘅錯誤言論一條條嘅列清楚，嚴令日本即刻收回，仲放出咗狠話，敢武力介入台海，中方必依法行使自衛權，捍衛主權，半分不讓。呢個相當於係將日本嘅野心貼喺咗全世界嘅公告欄上，俾193國一齊睇睇。更解氣嘅係而家嘅高市早苗已經係裏外不是人啦，國際社會冇人站佢呢一邊，聯合國直接重申一個中國原則，韓國痛批佢破壞東亞和平，就連日本國內都炸咗鍋，鬧佢嘅言論等於係宣戰，聯名要求佢撤回言論，集體炮轟話佢係輕率言論，會引爆外交摩擦。斬就話高市早苗明着違反國際法同中日共識，喺台灣問題上玩火自焚。中方呢波從點名批評到雙線交涉，再導致聯合國發函嘅操作步步緊迫，唔俾日本留任何狡辯嘅空間，就係要把事情擺喺全世界面前，話俾日本唔好心存僥倖下折騰，最後只能自食其果。而家嘅中國早就唔係邊個想拿捏就能拿捏嘅，高市早苗想靠挑釁轉移國內矛盾，想突破和平憲法搞軍事擴張，純屬痴心妄想。